高雄市65岁以上的人口有超过52万人，比例是6都第2。高雄市扩大长照2.0哮喘服务，目前合作的日照中心、住宿中心已经超过500间啊。依照个案来补助，民众的自费免到2成。由这服员甲治疗师豆豆将时段扶起来，互伊会当行路，帮助复健。长照哮喘的服务，其中一项就是接服员会当到民众厝内底斗相共。伫高雄南马溪有一个个案，因为翁婿开刀，后续该化疗复健，伊的牵手李小姐一个人无法度照顾，来申请居家哮喘的服务，减轻伊袂少的负担。做费差做费，尤其佮早上来吼，搞导游安尼吼。啊，有当时也感觉，那礼拜因伊有时候是礼拜四休困阵，伊就无就休假话，我来，我感觉我咧甲用加真忝呢。高雄市长照哮喘服务2.0的服务是增加日照中心、社区行政，其中申请居家照护的上济有15000多人，会照民众需求的顶级来分级，补助经验嘛无共。日照中心表示，即马伫中心内底时段失智的比例拢比新年较悬，所以课程爱多元。那个头壳的知识的部分，互伊认知会咱更较了解。啊，慢个一直退化。按住引导，咱叫伊做，比如讲，咱叫伊去甲病人按住洗身躯啦，还是迄个陪伴伊啦，啊，去因厝替伊服务。卫生局表示，目前使用高雄市长照哮喘服务有17000多人，因毋望使用人数搁增加，自费服务的部分，一般民众爱负担16%，加收入后是免费。目前合作的长照中心嘛增加到528间，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荣高雄报道。